大西北又有新樓開賣啦，由順治嘉華同中國海外合作發展嘅元朗錦上路站柏龍再次開賣，價錢仲好吸引添啊！北部都會區嘅未來發展呢，大家喺網上邊隨時都可以睇到，所以呢，我就唔講啦。因為柏龍呢個屋苑喺錦上路鐵路站側邊，整個屋苑長度同錦上路站係一樣㗎，所以屋苑入口同錦上路站嘅入口咧係同一位置嘅。由錦上路鐵路站行過去屋苑咧，唔使10步。屋苑最吸引佢嘅眼球咧就係內園啦。如果相比單位嘅景觀，內園嘅景觀就更加靚。而內園面積有3.7萬平方尺啊，當中花園、園林同埋遊樂空間面積更有26平方尺，設有4個主題區域。項目提供更加有多元化嘅設施啊，設有面積約3000平方尺嘅湖畔燕湖屋，更設有室內同室外嘅用餐區、備餐區、燒烤區、平台花園同埋湖畔雅座，可以供唔同住戶有不同類型嘅宴會需要。4大主題區域分別有湖畔園林啦、主會所、健身會所同埋湖畔燕湖屋所組成。除咗燕湖廳啊，更有藝廚坊可以引進煮食嘅空間，等住戶發揮佢嘅烹調創意。會所裏邊亦有閱讀室、音樂室、麻雀房咁呢啲基本同埋娛樂嘅設施，提供多種消閒嘅體驗。值得一提係健身會所設有50米嘅室外游泳池，會所可以無拘無束咁樣暢泳。屋苑除咗喺錦上路鐵路站側邊搭鐵路呢就更加方便之外呢，仲有對面出口就有巴士站啊。78A 呢就係經大欖隧道轉車站，78可以去到落馬洲站，77K 就可以去到上水站羅湖關口，A36咧可以去到機場，NA36咧就可以去到國泰城，251C 可以去到元朗市中心，仲有一架602小巴亦可以去到元朗市中心，64K 咧可以去到大埔墟站，602C 咧就可以去到議聯。雖然而家係冇商場，但未來咧有一個面積43平方尺嘅商場。但係雖然而家冇商場啊，亦唔係代表冇嘢賣嘅喎。傍晚時分咧，亦有好多新鮮嘅蔬果食材喺附近擺賣嘅。如果要買日常用品或者係冰鮮肉類，亦可以選擇 HKTV Mall。今次開賣有2房同3個房啊，價錢係十分之吸引㗎，仲可以睇現樓添。仲有啊，今次係唔需要抽籤，唔需要同人哋逼。唔需要由朝等到晚，有興趣我可以幫你哋安排睇樓啊！我呢個頻道呢係一條冇流量嘅頻道啊！如果大家睇到我呢條片嘅最後，睇到我呢段說話嘅話呢，不妨俾個讚好我啊，留翻10零字嘅留言，同埋幫我分享出去，我就感激不盡啦！